喜欢我秦人之舞吗？果然西北之地多豪迈之风。古人说，舞蹈的舞和咏武的武乃为同源。我今日见了，相信了。大王，姐姐听说楚人也有歌舞。寡人曾在郢都的祭祀大典上得以观赏，甚为优美。祭祀大典。对了，楚人好巫，歌舞都是装神扮鬼的。王后一看就是善舞之人，日后在大王身边，不知王后是扮神还是扮鬼呀？据我所知，秦人也是敬重鬼神的。楚人好巫，招魂驱鬼，祈福攘灾，但怕就怕有一种巫，扮人扮鬼，非神非鬼，平时装的清白无辜，一不留神他就会出来兴风作浪。魏夫人在秦宫多年，定见过这种巫吧？你越这么说，妾身可就摸不着头脑了。魏夫人聪明，慢慢想就知道啦。今日大王大婚，台下毛戈相向，台上唇枪舌剑，好不热闹啊！让姐姐看笑话了。秦人好武，只要不要把这比武变成比武就行。芈月只是想告诉大王，其实楚人与秦人一样善歌舞，秦国有武士之舞，楚国有女妓之蹈。既然地上已经有了武士之舞，那就望大王允许，请楚女献上楚国的山鬼之舞。准。献山鬼之舞。大王，请用酒。小丫头，口舌伶俐啊。是，大王。这只发钗与王后的发饰相得益彰。秦国蓝田玉是世间极品，臣妾为大王而荣。王后钟情秦国蓝田玉，却不喜秦国的饭食。寡人听说你总嫌秦宫的蔬素粗粝。臣妾自小体弱，蔬素容易让臣妾积食上火，所以不敢多用。无妨，你是王后，秦宫里稻米有的是，随你吃。但是寡人还是喜欢那些蔬素，稻米吃了以后，1-2个时辰就饿了，不顶用的。臣妾今日特地为大王做了些点心，都是秦国物产，不知大王是否中意？究竟是何物啊？臣妾熬了山药小米粥，还有枣泥饼。这些东西虽然普通，但却最是暖胃安神的。王后有心，寡人刚好有点饿，叫他们端上来吧。玳瑁姑姑，快把点心端上来。是。大公主，就算别人不爱惜你，
你也该爱惜你自己。我的命是父王给的，他这样逼我，让他收回去好了。你这是以命相搏，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。照理讲，大王并非蛮横之人。他不同10个指头还不一般长短，你和他要互相好好帮衬。大王所言极是，舒儿知道了。好了，寡人今日到你这里来，是有件事情跟王后商量。2日后立夏，寡人打算带文武百官到南郊祭夏，大约要花3、5日的功夫。寡人不在宫中，后宫事务就交给王后处理了。其他事情倒也没什么要紧，就是大公主的婚事，王后要悉心操办。大王在众子女中最疼爱的就是大公主，嫁妆丰厚不用讲。只是臣妾听说梦莹至今不解大王望女成凤之心，芈月对这桩婚事也颇有微词，并曾当众顶撞臣妾，让臣妾为难得很。王后以为这桩婚事如何？大王行事一贯慎密，深谋远虑，选中燕王定是为了大公主好，女儿家娇嗔，出嫁前闹一闹也是有的。臣妾照大王的意思办。王后识得大体，由你操持大公主的婚事，寡人放心。大王整日操劳，臣妾只是想替大王分担困扰。王后今日的容颜格外娇美。大王打趣臣妾，你看各宫嫔妃在魏夫人面前低眉顺眼、曲意奉承的样子。魏夫人也是依仗先王后的威风欺负人惯了，她的势力虽盘根错节，但也并非牢不可破。宫中的嫔妃都是来自诸国，各有各的厉害，各有各的心思。看模样，唐夫人应当是个老实人，魏良人虽眉眼精明，但言语却谨慎小心。姐姐，何不借着这些锦缎丝绸，与他们多走动走动？妹妹说的有道理。王后，大王他一会儿就要来了。知道了。姐姐，那妹妹先走了。妹妹，我还有事要问你。你真的不愿意服侍大王？姐姐一定知道，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。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死3000年。楚王以锦缎竹匣藏神龟于庙堂之上。你说对于这只神龟来讲，它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让人珍藏，还是宁愿快乐地活在烂泥里？妹妹胸无大志，只想做一只泥土中的乌龟。望姐姐允许，3年之后，让我带着葵姑和小冉离开清宫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。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，我先告退了。王后，不敢说话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前面就是大三关隘口了，不知道秦人会不会因为迎亲队伍被劫，不让我们过关呢？别担心，他们的耳目应该没那么灵光。再说了，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，不用跟他们硬拼，我自有办法。这就是过关的符节，拿给他们看。好，去吧。呵，哈。
舒儿，大王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您了。经过我都知道了，你平安就好。求大王救救月儿！月儿，大王，月儿就是那个会使软鞭的小丫头。听说这次全靠她穿着舒公主的披风引开了一群人，才保住了公主的周全。寡人记得她。来，既然如此，义渠那边要想想办法。大王不妨找大良造公孙衍商议一下，让他推荐个合适的人选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宋？皇公子越是这个谈论不错呀。对呀。习诗之所以先习宋，宋乃宗庙之礼。习宋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这样便可以点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五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诗人真有为啊！果然，百闻。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！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哎！这是大蝎子草。蝎子？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古道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